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伫咱台湾的桃园做实2年半的泰国籍的移工，登去泰国的第5天，确定去挖到新冠病毒。专家讲，伊伫台湾挖到的几率真悬。结果就有公司来打广告，提醒员工暂时莫去桃园。不过专家讲哦，台湾即卖是相对安全的。即卖上介重要的是，爱甲移工的管理做好势，嘛爱互医生有快态的工具，才会当甲挖到病毒的人找出来。新竹这个公司的公告是被媒体引述了。透早8点，桃园市政府就开防疫会议，追踪确诊的泰国移工行过的所在，伊工作地点附近的店面拢总消毒过，验过医院会惊。当今年会啊，所以说我们也要戴口罩。有公司打广告提醒暂时莫去桃园，专家讲即马台湾相对较安全，无什么所在是特别危险的。不过重点是管理要确信。大部分管理外籍劳工都是一些厂家，这些厂家其实他们本身不是做医疗的，他们对于医疗感染管制，他们其实是不是那么的了解。确诊的泰国移工上班时间活动范围拢是伫工作场所甲宿舍，假日有去卖场，到底接触过偌侪人无清楚，医生变成关键的角色。要让台湾的医生呢有快筛的工具，他在看病的时候呢能够多做一些检查，然后如果有个案能够把它挑出来。医生讲有接触过这确诊的移工，最后一摆接触的时间，若是超过2礼拜，就安全过关啊。若还未，就算验出来是阴性，拢应该阁继续观察2礼拜。